在這個人人都喺談論投資嘅時代， ETF 幾乎成了唯一嘅標準答案。你嘅理專推薦他，財經網紅吹捧他，連你嘅同事都說不懂就買大盤 ETF。這個係最安全嘅懶人投資法。安全、分散、醒身，這些詞彙響催眠曲一樣，讓數百萬人安心嘅把血汗錢投入其中，以為自己找到了通往財富自由嘅避風港。但今天我要話開啟這個看似完美嘅安全門訣，讓我問你一個問題：當所有人都認為一件事絕對安全嘅時候，它會唔會恰恰係風險最大嘅地方？即不是我的危言聳聽，即係查理蒙格花了近一個世紀提煉出嘅警告。他會告訴你，你以為的安全很可能只是無知的另一種說法。而在投資世界裏，無知才是唯一不可饒恕的罪。讓我們來看看為何 ETF， 特別是那些追蹤大盤的指數型 ETF， 會成為這個時代幾乎所有投資教科書和理財顧問口中的標準答案。這背後的邏輯聽起來幾乎無懈可擊。首先，他們提供了極致的分散，你不再是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而是透過一次買入就擁有了數百家甚至數千家上市公司的部分所有權。任何一家公司嘅倒閉，對於你龐大嘅投資組合來說，似乎都只是微不足道嘅漣漪。其次是低廉的管理成本，相較於那些收取高額費用、試圖佔勝市場的主動型基金， ETF 就像是投資界的廉價航空，它承諾以極低的成本帶你抵達市場的平均水平。再者是它的簡單性，你不需要去分析複雜的財務報表，不需要去預測行業的未來趨勢，你只需要做出一個最簡單的決定，相信整個市場的長期增長。對於那些缺乏時間或者自認缺乏專業知識的普通投資者而言，這簡直就是上帝的恩賜。它就像是投資的自動駕駛模式，讓你感覺直接自參與了市場，又不必承擔做出錯誤決策嘅心理負擔。分散投資，成本低廉，操作簡單，這三者共同構築起了一座看似堅不可摧嘅安全堡壘。然而，查理蒙格會告訴你，當所有人都認為一條路絕對安全時，這條路往往通向最危險嘅懸崖。這座堡壘是否真的像它表面看起來那樣牢固呢？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們一個殘酷的真相：你們在投資世界裏拼命尋找的所謂安全，從一開始就是個偽概念。你們害怕波動，害怕賬面虧損，害怕市場下跌，但在我看來，這些都只是噪音，根本不是真正的風險。真正的風險只有一個，那就是你的無知。風險不是來自於你買的資產，而是來自於你根本不了解你買了什麼。這就是我和華爾街那群穿咗昂貴西裝的專家最大的不同。他們用複雜的數學模型來衡量風險，用貝塔值，用夏普比率，而我只用一個標準來衡量風險，那就是我到底懂不懂。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我稱之為能力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你看得懂、能理解的領域。在這個圈子裏，你知道企業是如何賺錢的，你知道它嘅競爭優勢在哪裏，你已知道在極端情況下它會發生什麼。我一生的原則就是只在我嘅能力圈子裏出手。如果一件事情我看不懂，
哪怕他看起來再誘人，哪怕所有人都告訴我他很安全，我也會毫不猶豫地放棄。因為對我來說，最大的風險就是踏出能力圈的那一步。現在回頭看下你們手中嘅 ETF， 你們以為買進一籃子股票就係分散，就係安全，但你真的理解你籃子裏的你幾百家，甚至幾千家公司嗎？你知道蘋果公司嘅護城河係什麼嗎？你知道特斯拉的盈利模式潛在的脆弱性嗎？你知道強生公司正面臨怎樣的法律訴訟嗎？如果你對這些一無所知，那麼你所謂的分散投資，不過是把你的無知分散到了幾百個不同的地方而已。你並未有消除風險，你只是把風險藏在了一個看起來好安全嘅黑匣子裏。當你根本不明白自己擁有什麼時，你就無法在危機來臨時做出正確判斷。呢個總因為不理解而產生嘅恐慌，呢個總因為無知而導致嘅錯誤決策，係指投資中最致命嘅真正嘅風險。現在讓我們嚟解剖查理蒙格呢句最著名也最挑戰傳統智慧嘅名言：分散投資是無知者嘅避風港。呢句話聽起來極係似刺蟹，甚至於你從教科書係理財顧問，嗱，你說到的一切都背道而馳，但他正是理解蒙格投資哲學乃至看清整個投資世界真相嘅關鍵由此。想象一下這個場景，你把資金投入到一個追蹤標普500指數嘅 ETF 裏，你嘅投資組合瞬間擁有了100家美國頂尖公司嘅股票，你的內心立刻生起一種強烈的安全感，不是嗎？你會告訴自己，我把雞蛋放在了500個不同嘅籃子裏，就算其中1、2個破了，也唔傷大雅。這麼多偉大嘅公司，不可能全都倒閉吧？這種感覺，這種心理上嘅舒適與安逸，正是蒙格所說嘅避風港。然而，這個避風港保護嘅並不是你嘅資產，而是你個無知。當你擁有500家公司時，你實際上等於1家公司都未擁有。因為你根本不可能深入了解每一家公司嘅商業模式、競爭優勢、管理層能力和財務狀況，於是這種虛假嘅安全感會直接導致你放棄思考，讓你變得智力上極其懶惰。你不再去做題報，不再去做分析行業趨勢，更不再去做作出艱難嘅獨立判斷。投資在你這裡被簡化成了一個無需動腦嘅機械動作，定期定額買入，然後忘掉它。你以為自己係在遵守紀律，實際上你係在心安理得嘅擁抱無知。當你埋於整個市場時，你等於是在公開承認，我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分辨偉大與平庸。所以我選擇全都要。你把自己嘅財富命運，不是交給了主動的明智的選擇，而是交給了一個冰冷的數學概念——平均數。你確保了自己永遠不會虧到血本無歸，但你已同時徹底壓殺了自己獲得非凡回報的任何可能性。你放棄了成為獵人嘅機會，滿足於檢視市場掉落嘅面包石。蒙格把呢種行為稱為愚蠢嘅分散，或是更不客氣嘅多元化 （diversification）。他說，即就像一個基金經理，在他最看好嘅第20個投資機會上，依然投入大量資金，這簡直是瘋了。真正偉大的財富
從來都不是靠廣泛撒網捕撈一群小魚小蝦子嚟起來的，恰恰相反，它是靠集中火力，用魚叉去捕獵呢幾條很幹的巨大的鯨魚。這種盲目的廣泛分散，不敢讓你越做越失之交臂，更為未來的災難性決策埋解了伏筆。因為當市場崩盤、恐慌蔓延時，你看在你的 ETF 經濟暴跌，你內心沒有任何監視嘅信念作為支撐，你不知道你到底擁有什麼，你為什麼擁有它？你唯一的參照物就是周圍同樣恐慌嘅人群，結果你將會在最糟糕嘅時機，把你是你一無所知嘅資產廉價嘅拋售出去。所以，請你重新審視呢一座看似堅固嘅避風港。對於無知者而言，它的地基是由流沙構成的，它最終讓你付出的代價遠比你想象的要沉重得多。現在，讓我們來談談一個經濟學家整天掛在嘴邊，但絕大多數投資者卻從未真正理解的概念——機會成本。這不僅僅係個學術名詞，即係佢宇宙嘅踢落。當你選擇咗一件事嘅時候，你就自動放棄啦做其他所有事嘅可能性。投資也係如此。當你把你的資金投入到一個追蹤整個市場的指數 ETF 時，你以為你買到的是安全和分散，但從我的視角看，你同時也買下了一個巨大的隱形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你放棄了尋找並重倉持有那自家真正卓越，能夠改變世界，能為你帶來至10倍甚至上百倍回報嘅偉大公司嘅機會。你選擇嚟擁抱平均，就等於主動着國了。卓越狠狠摸下華倫嘅基佬。波克夏的成功不是靠買下市場上所有的股票建立起來的，恰恰相反，我們的財富帝國是建立在極少數幾個我們能夠深刻理解並敢於下重注的偉大企業之上。我們像獵人一樣，花費大量嘅時間去等待呢個百年一遇嘅完美獵物，一旦它出現，我們就用全部嘅火力去捕捉它。而大多數 ETF 投資者就像是拿咗一張大網，試圖捕捉池塘裏所有嘅魚，結果網裏將滿眼互縮嘅小魚、小蝦，甚至可有水草同垃圾，卻唯獨錯過了呢條能讓你吃一輩子嘅鯨魚。這種錯過卓越帶來的長期資本增長損失，其代價遠遠超過你為了躲避短期市場波動所獲得的呢一點點安全感。請記住，在投資者搶門獎嘅遊戲中，最大嘅風險從來都不是賬面上嘅短期分，最大嘅風險是當一個足以改變你家族命運嘅機會出現在你面前時，你嘅資金隨被鎖在一堆平庸嘅資產裏，動彈不得，嗰才係最令人痛心嘅悲劇。這個演出了另一個更深層次嘅風險，一個我稱之為所有權患着嘅陷阱。當你買金而當追蹤數百家公司嘅 ETF 時，你覺得自己擁有了一籃子資產，感覺很安全，對吧？但係我問你一個殘酷嘅問題，你真的擁有他們嗎？我的意思是，你真的理解你擁有的到底係什麼嗎？你是否知道自己百家公司裏哪些係真正偉大的企業，哪些只是平庸嘅湊數咗？你是否清楚，當某個特定行業，比如半導體和銀行業遭遇重大利空時，你嘅 ETF 會受到多大程度嘅衝擊？如果你嘅答案是不清楚或大概知道，那麼你根本不是在投資，你是在賭博。
你賭的是平金屬永遠上上，呢個在太平盛世合主管用，但當真正嘅危機嚟襲，市場陷入恐慌時，呢種缺乏理解嘅狀態，咁會變成你最大嘅敵人，因為你冇有任何訓練嘅錨點。當新聞頭條充斥住崩盤衰退嘅字眼，你看咗你嘅賬戶餘額每天都在縮水，你會怎麼做？一個真正了解自己持股嘅投資者，會審視基本面，判斷這個是機會還是災難。而你一個不明白自己擁有什麼嘅人，你嘅大腦會一片空白，你唯一能參考嘅就係周圍人群嘅反應，這就係認知心理學上嘅社會認同傾向，也就係我們常說的從眾效應。當你看到所有人都驚慌失措的拋售時，你的本能會驅使你跟着他們一起逃命。你賣出的唯一理由是因為別人都在賣。你在最不該賣出嘅時候，恐慌性咁傾空了你嘅安全資產。所以你看，最大嘅風險從來不是市場嘅波動，而是你因為無知而對波動作出的錯誤反應。嗰種不明白自己擁有什麼嘅狀態，本身就係一顆定時炸彈。它平時看起來遇害，但喺壓力之下，係要徹底摧毀你嘅財富。現在，讓我們深入探討一下你們的內心，你們為什麼會如此熱衷於購買 ETF？ 捫心自問，你們追求的真的是卓越的回報嗎？還是說你們真正購買的是一種心理上的麻醉劑？人類的天性是厭惡不確定性，是渴望尋求庇護，而 ETF 就完美的扮演了這個心理安慰品嘅角色。它向你承諾了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告訴你不需要懂太多，只要跟着市場走，就能獲得一份安全的平均回報。這聽起來多麼誘人，多麼讓人安心。但這正是最陰險的陷阱，一個用舒適感編織而成的牢籠。當你把決策全外包給一個指數時，你以為你買的是安全，其實你買的是一張停止思考的許可證。這種虛假的安全感會讓你的投資大腦逐漸變得懶惰，就像一塊長期不用的肌肉一樣慢慢萎縮。你不再去閱讀財報，不再去研究商業模式，你放棄了鍛煉道力判斷能力嘅機會，最終你錯失了理解投資真正本質的過程，也錯失了找到並重倉那些極少數卓越企業的可能。我學了這麼久，可以明確地告訴你一個真理：真正嘅成長，無論是財富上的還是心智上的，都絕不可能發生在舒適區之內。財富就像肌肉，不是躺在安樂椅上就能長出來的，它是在你直面市場的混亂，在你絞盡腦汁去理解一家公司的護城河時，在你忍受短期痛苦以換取長期回報的煎熬中，一點一滴鍛煉出來的。追求心理上嘅安逸，代價就是你放棄了成為一個真正強大投資者的機會。你選擇了平庸，也就選擇了與卓越擦肩而過。那麼在我哋字典裏，什麼才是真正嘅安全？它絕不是躲進數百家平庸公司嘅集合裏運籌慰藉，那種安全感是為懶惰者準備嘅麻醉劑。我所撐到嘅真安全，恰恰相反。第一係幾度嘅幾中，我的方法像個獵人，耐心嘅等待，而非拿住散彈槍亂數。我們會花費10年時間，等待呢個完美嘅獵戶出現，一個我們能徹底理解、擁有寬闊護城河，
由情深能幹嘅管理層經營嘅卓越企業，一旦發興就下重注。呢個不是賭博，呢個係基於深度研究嘅高勝率壓住你一生嘅投資決策。或許只需要一張打20個孔嘅卡片，你不該浪費在平庸嘅企會上。第二係赤達嘅獨立思考，你必須像個企業主那樣思考，而不是像股民那樣猜下你買入的是一公司嘅部分所有權。所以要問最根本嘅問題：這生意好嗎？10年後會更長大嗎？他哋競爭優勢能持續嗎？絕不把思考圍煲給市場先生或任何專家。市場嘅噪音是為交易者準備嘅，真正嘅財富是能屏蔽噪音嘅所有者。第三是近乎偏執嘅長期持有。當你用獵人嘅耐心同埋企業主嘅智慧組到偉大公司之後，最難嘅部分其實係無謂，就係坐在你近着他成長，讓複利嘅魔法發揮到極致。時間係卓越企業嘅朋友，平庸企業嘅敵人。咁總結中，理解與獨立思考嘅界限，才係控制風險嘅終極武器。因為最大嘅風險不是價格波動，而是你根本不明白自己擁有什麼。透過這種方式，我們不是被動接受市場顛簸，而是主動選擇與卓越同行。這才是我眼中唯一值得追求嘅真安全。所以，當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 ETF 真的安全嗎？查理蒙格用他近1個世紀的智慧給出了回答。表面的安全往往是無知最大的溫床。當你把血汗錢投入到一個包含了數百家你一無所知的公司的 ETF 時，你獲得的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一種廉價的，卻可能讓你付出慘痛代價的心理安慰劑。記住，真正嘅投資風險從來不是市場嘅波動，而是你對所持資產嘅無知。呢種無知會喺市場恐慌時，讓你做出最愚蠢嘅決策，係讓你錯過呢些真正偉大嘅企業，最終讓你淪為市場平均數嘅奴隸，而非財富嘅主人。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從今天起超越數據和市場嘅表象，去深入理解你投資的每一分錢究竟流向了何方，去培養你獨立思考和批判性分析嘅能力。咁如就係大多數人追求安全嘅平庸時，選擇呢條少有人走卻通往真安全嘅絕越之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最大嘅風險不是虧錢，而是終其一生你都不知道自己為何贏，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輸。不要做咗一個被動嘅自屬追隨者，去做一個真正明智嘅，能夠掌控自己投資命運嘅決策者。